大家好，我係洪水橋嘅菲力啊。咁今日會帶大家睇一個上承3房套廁嘅單位嘅連住密室。咁我哋而家去片。一入大門咁有個玄關位先嘅。咁去到玄關位側邊會有個士多房。咁業主將隻門拆咗，電箱就喺呢個位置嘅。跟住嚟到飯廳嘅部分，咁業主做咗個話呢個起碼可以坐到8個人嘅台啦，去做一個小特色嘅長梳化，再加個燈光點綴，跟住再加幅特色牆嘅，咁有啲格調嘅，咁做晒燈槽啦。跟住呢邊就係客廳梳化，電視做咗個電視架㗎啦已經。跟住客廳嘅中間位置就一個 U 型嘅廚房，收納空間兩邊都尚算可以嘅。咁望一望個景觀先，方向向東嘅，景觀好開揚，但係就有少少車聲啊。呢邊就，我哋閂返，跟住再睇其他嘅部分。嚟到走廊，咁呢一隻間隔呢，係2個廁所都有窗嘅，客廁。有窗啦，都係交樓標準啊。跟住到第一間房，呢間就應該書房嚟㗎啦。跟住呢個就係嗰個工作平台，可以同客廳個露台做個對流嘅。冇乜特別啦。望返後面天井嘅位置，跟住到其中一間睡房。做晒入牆家私，跟住呢個位置就有個做到上頂嘅衣櫃。嚟到主人房啦，呢個位置就一個大嘅衣櫃凹位啦，跟住就雙人床、床頭櫃。景觀呢，同頭先嗰間第2間睡房同埋個客廳一樣噶啦，都係同向噶啦，3間房。最後嚟到套廁嘅部分，呢一隻即套廁都係有窗嘅。影片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